心跳其實係指我哋心臟肌肉正常嘅一放一收嘅動作嚟嘅，目的就係將我哋嘅血液泵去我哋身體唔同嘅器官。咁如果心跳過快或者過慢嘅時候呢，會對我哋身體有唔同嘅影響嘅。正常嘅心跳我哋會定義為每分鐘60至到100下。如果每分鐘低過50以下的話呢，我哋可能會出現一啲症狀，譬如頭暈啦、疲倦啦，甚至乎昏迷，或者可能有猝死嘅機會添嘅。我哋可以戴一啲智能嘅手錶啦，或者可以做一個簡單嘅心電圖，甚至乎做一啲長時間嘅心電圖檢查，可能24小時至到72小時嘅心電圖檢查啦。其實最簡單，我哋都可以同自己把下脈嘅。藥物就未必可以幫到呢一個情況啦。我哋可能會建議病人裝一個心臟起搏器，保持一個正常嘅心跳。心臟起搏器會監測我哋心跳嘅頻率，如果跳得太慢嘅時候，佢就會發出信號刺激我哋嘅心跳，去維持一個正常嘅心跳頻率同埋速度。傳統嘅起搏器係放喺病人嘅左肩皮膚底下，再用細導線經過血管連接入去心臟，而唔係直接安裝喺心臟裏邊嘅。新一代嘅無線心臟起搏器係由病人嘅大腿血管放入導管，經過靜脈送入心室，直接安裝喺心臟內部。手術過程簡單，而且傷口細微，體積細啦，冇導線啦，傷口細，感染風險低，復原時間又短。起搏器係冇得叉電嘅，一般電池嘅壽命係講緊10年以上。如果個電量用得差唔多嘅話，我哋會建議病人換要過一部新嘅起搏器，或者我哋會裝一粒新嘅無線起搏器入去。現時嘅無線心臟起搏器大概都有15年以上嘅壽命，而且我哋嘅心臟都可以容納到2至3個呢啲嘅起搏器，所以都會足夠應付到病人嘅需要嘅。以往有心房室傳導障礙嘅病人，我哋只可以用傳統嘅起搏器去幫佢哋，但係而家新嘅無線起搏器有技術上嘅改良，可以做得到心房室嘅協調起搏，所以而家呢一類病人有新嘅選擇啦。我哋會建議病人3至6個月返嚟診所覆診，檢查一下部起搏器有冇一個正常嘅運作，同埋有冇足夠嘅電池。安裝咗起搏器之後，病人當然可以過正常嘅生活啦，甚至乎一啲帶氧運動都可以做㗎。但係一啲競爭性或者一啲好激烈嘅運動，可能真係要諮詢下你哋嘅醫生啦。